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就会想到就会制造惊喜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怕等到那个时候自己就忘了，因为生活中会有很多的刺激嘛，有一些灵感，当时就做啦，就做，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对，就表现出那个惊喜。大家不要误会哈，当天做就当天表现出就是要送你的那一份心意，对不对？昨天是情人节，你跟那个 Charles 跟那个阿超，你们会有那种在每一个节日一定要准备惊喜送给对方的压力吗？怎么样？没有。哦，我也说有，是，你也不会要求他说一定要准备什么给你。我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就会想到就会制造惊喜，因为有的时候怕等到那个时候自己就忘了，因为生活中会有很多的刺激嘛，有一些灵感，当时就做啦，就做，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对，就表现出那个惊喜。大家不要误会哈，当天做就当天表现出就是要送你的那一份心意，对不对？昨天是情人节嘛，有别人度过吗？刚好说完没有过。我真的只说声情人节快乐而已。这样？对呀，不好意思。所以还有回你，还有祝你吗？当然有回祝一下啦。对方没有一些浪漫的惊喜。还好我今天就回去了。机票钱有点贵，我们要少飞一点。那刚刚有说平常是不是自己会制造一些浪漫在无时无刻的时候？对啊。例如怎么样做什么？比如说今天做的这个菜，我觉得色泽不错，然后可以来做一些小花样的时候，就会在上面弄个特别的形状或字啦。这也是菜做到一个程度，就觉得好像可以来这么一点，会有那种突然而生的巧思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到什么时候才做，一发现就觉得对，可以加进去。这次昨天有什么惊喜？就是因为随时，所以昨天就没有了。就跟他说情人节快乐，因为他自己也不是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其实是农历七夕嘛，并不是西洋情人节，他比较在过西洋的。那我其实比较想到的是，农历7月7日也都是我父亲的农历生日，所以我反而是陪他一起度过，可以请他吃饭这样。之后就要回美国跟老公碰面，有准备惊喜。那个可以再看看，我觉得到的时候都好累哦。我本来跟他说你要穿帅一点来接我走，然后他就冒汗的表情。